运动会，台湾这个顶到会设到150周年纪念版，出版于今礼拜。
因选去当兵的时阵，伫是那地拄着一片的兵员，就住伫遐。因大家参详讲，来，咱就做庄烧灰色，因为庄通代替用石，佮有担仔架通代替灰土。因佮讲，来，咱就起城甲拍顶拄天。为咱立一个名，免伫咱四线二专地，上主降临，要看世间人所起的城甲拍。上主讲，你看，遮个人民拢合一，言语。嘛相像，已经开始做这个代志，以后因所要做的，无一项会当禁止。来，咱落来伫遐拍完音的口音，互因大家的言语。未相通，就安尼，上主互因对遐四线二专地，因就天工无搁起迄个城，所以迄个城名叫做马尾哦。因为上主伫遐拍乱天下的言语。上主，互人对遐四线二专地上，咱所看到有用差别化的故事，真有启发。咧讲有一群人，还是一个族群，甚至是一个国家，因讲同款的，也要求大家讲同款的，因要起一个城搭桥。这个他当主天来纪念因家的，历史上去发白他真济，有时叫做天塔、万里长城、摩天大楼，还是比如之后113年，罗马皇帝衰弱，伊打败的阿西亚，就是今仔的罗马尼亚。伊罗马的宫廷起一条啊，纪念家己的名，纪念家己的名，也是皇帝者的名。伊历史上真普遍。咱今仔日咧过7月出来，就是纪念罗马的皇帝 Julius Caesar， 8月 August， 纪念罗马的皇帝 Augustus。咱今仔日伫遐无咧行。点是真济中山路、中正路，咱咧读创世纪，上帝既然互咱会通为着万米来命名，是安怎？咱袂通定家己的名，来起一个城，来起一个塔，来宣扬荣耀家己的名。圣经嘛，则甲咱讲，是哪个巴别塔？有可能就是巴比伦的源头，伊是政治、宗教、权力的中心。所有人，也是无共款族群的人，拢会爱康复伊的统治，拜因的神，讲因的话。因为安尼，上帝爱阿伯拉罕做一个选择，是康复因的统治，拜因的神，讲因的话。也是就爱选择一开，听家己的路，讲无共款的话，讲家己的话，信家己的上。以赛亚14章讲起巴比伦王迄个骄傲，
讲伊要上到天顶，要将伊的座位高举伫正天的顶面，比云较悬的顶面，伫要甲至悬的上帝平等。有了阿伯开故事，真有意思。咱咧看德国的这个哲学家米茨，伊讲了真好。伊讲，若是有上帝，如果若是有上帝，人怎样会通忍受？这个上帝毋是我，这就是巴别塔。巴别塔，这个古天文明的建筑，统一的语言，统一的意识形态，是咧讲人就是上帝。这款的巴别塔，有人的多样性，人的差别。讲无同款的话，也是弱势者、边缘的人，拢被消灭。总是巴别塔，也毋是温存伫咱内心迄个真心的欲望，做伟大的人，做伟大的代志，伟大的建筑，伟大的意识，伟大的城市，也毋是咱的目标。伊也毋是代表一个中心主义、观点的上顶。哲学家雷瑞卡，伊讲了真好，伊讲所有的西方的哲学，拢写伫伊的建筑史。咱看到是石头，是塔，是意念的，伊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来咱去崇拜、去拜伊的观点的中心。圣经甲咱讲，上帝就落来，拍乱因的口音，互因的语言袂通，互因四散伫全地，因就轻松无法度起城起塔。确实，中心主义的拍算，才是多元宽容的开始。语言的拍算，大家较会通讲无同款的。讲家己的语言，咱今仔日遮建筑专门台语的性质，会当用家己无同款的语言，也是咱台湾无同款的文，会当用无同款的语言来读圣经。这点是宽容、多元的这个开始。咱要看有圣经，咱要看犹太人所起造的圣经。这毋是咧宣扬一个中心主义，所有人会爱到伫耶路撒冷这个圣地去崇拜，伊的生命较有意义。伊是中心，当然咱就是边陲；中国是中心，当然咱就是边陲。即款的中心主义，伫今仔日伫世界、伫台湾，咱拢咧经验着。咱今仔时啊，咱在去韩国。去遐研修，去遐学习，咱的信仰才会稳定。伊是中心，咱是边陲。总是耶路撒冷受到规划，对我来看，有两个真大的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中心主义的拍算。以前你爱去耶路撒冷雕饰、修建，这个信仰较有意义。即马耶路撒冷的圣殿是规划。伊来去敲出，原来家己就是中心，家己就是中心。第二个意义就是迄个耶路撒冷的规划，有宗教人员的代表。以前做这事是带人礼拜，教时间奉献，即马圣殿规划开始对这事情做监督。有人会来问，是安怎我拄着遮尔大的苦难？伊就爱开始会晓用上帝话去甲伊安慰。咱今仔日我伫新人院咧服务，我毋是要培养一间讲经，还是去带人做礼拜的传道者。这是一个职业，这是这事。迄个改变就是会通用上帝话，用家己会当理解，用家己的话所读的上帝话来安慰。一个受苦的这个历史，巴别塔是一种的变质，统一甲变乱的变质。
甲分线，起座甲跳位是一体的建构甲多元的结构的并进。这也是咱今仔日遮的意念。咱的圣经咱用台语来读咱的圣经，这个翻译的上大的意义。咱所听起的内容，咱也毋是久久通过一体的意识的洗脑的教育来实现这个大中国主体的运动。伊的名叫做民族主义，是现代的发明法，只有会当讲一种国家的语言。咱虽然听了，咱有一边头仔讲一个故事。伊讲有一边到屏东一个国中去演讲，伊就问学生讲：恁敢知影麻豆？结果有一个学生举手讲：老师，阮这个所在无种麻豆，阮只有种槟榔。这就是咱所徛起的困难，因为咱呢语言的统一性，伫起做主体运动就真做重要。这是语言的力量，语言的力量。真做统治者的工具，语言做人是咧表达做一个人的精神，伊是咧传达统治者的意志。咱咧看圣经翻译的历史，敢是咧甲咱讲这个见证。结果的宗教改变，敢是教因会当家己用家己的语言来读圣经，来认识有真大的道理。犹太人也无家己经典的保存，就无法度伫无遐尼久，会当转来去讲家己的话。这就是今仔日咱遮纪念专门台语圣经出版的一个意义。咱外地台湾的人，咱咧看咱的城市的建筑，咱会就会通知影，这个城市的人咧追求什么？特别城市的文明。大楼的关卡，当咱举头来注目的时，咱毋是永远咧读即个现代的发明法，伫即个资本主义商业的成就甲权力，正做咱今仔日崇拜的对象。咱的发明法，文明的技术是资本家的工具，流行的维护是俄勒资本主义的维护。这款的发明法是金钱原理就是上帝。咱逐个讲的语言，刚才拢共款，毋是青青叫，就是波波汤汤。咱讲的话，毋是青青叫，就是波波汤汤。咱点是需要上帝搁一边落来，拍万咱的口音，把这款的发明法讲好，有咱讲的话。无搁是真正叫，是有意义、有上帝价值，这个信仰的话，这敢是咱今仔日比较庆祝上帝的话，用家己的语言来甲上帝的话，这款的这个意思。巴别的意思就是拍坏，就是反抗，就是去中心主义，就是多元。这个语言的拍乱，才会通互咱开始学习去听别人讲的话，去听别人的腔口、别人的文化、别人的想法。也因为安尼，咱才会当学习对话。上帝拍乱这个口音，咱才会当多元，咱才会当对别人关联。咱才会当了解，别人所讲家己的语言是一种的稳定，是一种的稳定。亲像今仔日咱伫遮咧庆祝来讲，是一种的稳定。安尼，生存伫大国甲大国中间的弱者，伊毋是要互保护，因才会提出迄个无同的保护，讲无同款的话。讲家己的话，诚做一种的稳定。今年的暑假，我有去美国参观迄个911用弄倒的4万大楼。
所留落来的遗迹，这种种大楼，互人论落来，咱看是啥物？咱会记是啥物？咱会当想象有更较好的未来无？真像德瑞达，这个科学家伊安尼讲，巴别塔毋是出版，是下面，是宽容，是多元的宽容。最后，我要甲咱大家来想，人起做巴别塔，表是代表人毋也是咧追求满足迄个基本的需要，人也咧追求迄个优越，迄个伟大，会当拄边的人生的意义。伟大的意义是啥物？有人真简单安尼讲，大家拢想要做伟大啊，怎袂对好好做人就真伟大？咱今仔日遮举行专门台语圣经出版的纪念礼拜，感谢上帝，互咱文明会当对民族主义的巴别塔，会当对民族主义的巴别塔来得到交代，来讲无共款的话，正做做法，也会当用家己的话来思考咱共同信仰的价值。迄个上帝话伫咱中间正做有形的价值，也安尼互咱知影，咱好好做一个台湾人，好好讲咱家己的话，咱是就是上伟大、上价值的这个代志。我咧读约翰福音第4章，耶稣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倒水来啉，这个妇人安尼讲。讲阮撒玛利亚人，甲恁犹太人无同，这是远近的天水，是安怎咧甲我倒水啉？耶稣进一步佫来讲，伊咧用活命水，互伊啉了，就拢袂水干。是，咱得爱啉家己的天水，咱得爱讲家己的语言，这是一种的历史意识。当然，有时是无甲人往来的历史意识，历史意识就是人伫外在世界的变迁，一种内在心灵的活动。通过这个心灵的活动，人找到家己的定义，佫会当解释家己的存在。咱做一个台湾人，咱需要历史意识，啉家己的井水，讲家己的话。总是咱搁较需要耶稣活命的水泉，讲家己的话重要，毋过会水干。咱得爱互上帝活命的话，叫做咱共同的价值，安尼啉就袂水干。这点是咱正做台湾基督教教会一份子的意义。咱有台湾，佫有耶稣，这点是咱今仔日有遮庆祝。用咱家己的母语来出版这个上帝活命活水的话的意义。这时我要来呈上这圣经，因为这少年人佮开始要做圣经的研究，毋茫因无袂一直用家己的母话来研究，我安尼。差不多60年前啊，入学的时阵读这个字吼，读规部本，顶面甲咧写啥安尼，我相信今仔日咱大家是中文教育的人，安尼叫恁安尼这个字吼，逐字甲读出来吼，大概安尼无几个，有啦会晓，几字读袂出来，拢是安尼无一定。我毕业的时阵，也佫读第3号册，希望咱的圣经当帮助咱安尼对家己话的这个圣经会当好势。我用阮我呢吼写落来下面，因为阮在做这个工作是甲咱大家做伙做，伫小巷平台的顶面。要来学练
做这代表，哎，我在给这个不能当了，好，那在你旁边。圣经的原因，还是这研究是迄个做继续进行，这本是最完全的。研究也咧改变，希望这是安尼提醒大家，咱着爱搁继续努力。这希望讲有一日，逐个人拢会当读咱家己的话。毋免干那考试当字，我若一寡全世界的人拢读有关迄个字体的。咱是真欢喜，咱全民台语圣经协会会当出版新教育专书的现代台语普遍腔的译本，作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设教150周年的纪念。近100年来，咱的教会拢是用巴克利牧师所翻译的白话字圣经，也就是下门音的圣经。这个圣经流通以后，一直拢真久拢无这个合作现代台语的译本。到1972年，才有新教甲天主教合作所翻译的，就是咱以后叫做讲安培圣经。因这个圣经出版就互国民党政府无收去，所以无流通。到2007年，台湾圣经公会有出版现代台语的译本，这是新约的部分。旧约，巴基的旧约是1933年出版的。自迄阵以后，就拢无即个合作现代台语的译本，所以咱呢全民版新旧约全书是台湾有史以来的第一本台语现代文的一个翻译译本。圣经是世界的经典，全民的资产，应该毋是干那信徒来读，是社会每一人拢会当读会册，所以就爱讲，我这个圣经会当互人读有个爱读才对。全民台语圣经为着安尼有努力做，有得到真济台语文的先进的协助来完成这个版。当然，这款的工作毋是讲安尼做咧，就会当讲真完善，需要时间有需要。搁较侪人来读，来看，应该有啥物所在会当改进。希望咱每一人来读，来提供意见。特别我希望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
会当讲设立一个审核的委员会，来对这个教育的方面，看有啥物差错啊无，字句用了有适当啊无，做一个严格的审查，等改进以后，互人大家来共用。愿上次的稳定舒服伫每一个人的中间。咱所敬请我的老师吼，我的主任教育音乐组教育长，副理事长我的好朋友同学，这个社务组所敬的最重长老，甲这个同工吼非常欢喜，咱有分全面的圣经的出版。互别个人安尼拢来读，咱来读，惯性的读，这是非常欢喜的。咱来10月30日世界宗教改革纪念日，伫昨天晚世界宗教改革的时阵，以前圣经是重要经文写，有读册人较读有啦，一般的信徒都无读册。是捌袂晓济，是咱读圣经，要读圣经爱去问伊的师父，爱为师父教家己意思，教家己理念来解说圣经。这是安尼袂当哦，一般的信徒伊才来读上帝话。怎么解决？安尼就去马丁，安尼来提出这个总要有重要圣经内容。怎么解决？就是上要紧的一个原则，是讲是上个主要的力量，就是咱的信仰，咱的生活用咱的圣经做基础。那安尼，咱的信仰，咱的生活用咱的圣经来做基础，就是咱要做要读的圣经，就是要互较侪人来读，较侪人来捌上帝话，所以咱来翻这个。咱大家普遍都来接受这个有机甲参考，当然圣经就是讲热力。伫拄台湾这边教会设教150周年，负这个150周年来出版这个修复这个圣经第一案版，我就这是对咱台湾这边教会是另外贡献。我嘛就讲正对咱这边教会设教150周年一个上好的礼物。来迄落上帝，互大家信徒来读这本圣经，拢来捌上帝话，大家拢照上帝的话，安尼来遵守，安尼来行去读。咱信仰有较建立，伫咱教会，伫咱台湾所在，讲这几句技术，台湾这个教会技术，来咱所敬请，咱理事长、教务处、副理事长这个。我们都干出有乐，有热烈，有拍片，像你对热烈个拍片，来换你这个信心我们来看，多谢。为了全面台语圣经的出版，会当搬伫今年全部的旧约、新约的圣经，照你准有听到是讲新约。旧约的圣经，安尼做伙甲出版来纪念庆祝。我讲2点来分享就好。第一点就是准用长老甲参与的目标，心内哪火咧烧咧，心内迄个热情真强烈，来咧推动这个工作，要用。这个心内热情，伊来找我的时，我感觉伊足热切。你心内咱叫火烧着，无做这项代志，袂煞。所以真赶紧在推动。我感觉这个心内咱要好火烧，就是一款的动力。所以有这款的心，才当完成这个工，以真短的时间来完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讲，这个圣经伊用普遍腔，已经毋是用这
即个下门音是根据迄个总是转化做咱即马伫使用的语言的腔口。我甲咱读一位做参考，检查你会感觉迄个无共款。伊斯拉엘王大必的囝所罗门的箴言，你敢知影我咧讲啥？本来是讲做以色列王大必的囝所罗门的箴言，即马变做伊斯拉엘王大必的囝所罗蒙的箴言，这个就是即马伊要符合这个原来因所做的条件，期待咱会当使用来互普遍化，上帝祝福咱所做的工，感谢。咱所有在座的先进，大家平安出头天。平安。我是英文，今仔日代表3位单位，第一是咱台湾罗马议会，第二是咱成功大学台湾语文测验中心，第三是台湾议会，代表这3个单位呢，来祝贺咱全民台语圣经新有用专书的出版。咱相信，这个全民台语圣经嘛，伫教会内会受到欢迎，伫教会外嘛是咱全台湾人本，嘛是咱全台湾人应该拢真欢喜心来读的一本圣经，所以才会叫做全民台语圣经。咱台湾罗马协会，包括台湾议会，侪人虽然伊不是会友，可呢，伊对这本圣经呢嘛有真期待，因为呢，这拢是咱台湾人宝。咱相信呢，全民台语圣经这出版呢，会当帮助咱台湾人，甲咱的保育、甲留落来、甲保存落来，嘛当发展着，用咱家己保育，当发展着台湾的文化。以上咱这次来感谢所有参与来全民台语圣经为这圣经拍拼的这个人贡献，咱这次感谢，谢谢。大家平安。平安。我嘛毋知影使馆的太太徛伫即个所在，都是需要请迄个保贵妇。我感觉真感谢上帝吼，互咱伫宣告法国语的时阵，即本遮尔属于咱专门会当听的圣经，会当伫即个时来出版。因为我会感受着讲，即本圣经的重要。这本专门圣经出版的着，因为我伫教会咧录会看见迄个几落咧书会是即时咧书会，我看你袂使会搁是无你读迄个汉文咧翻做台语吼，足歹翻啊！我你规矩用迄个白话字，如果伊用白话字，搁读袂好势，搁读甲哩哩啦，我无你着去买迄本个台语汉语的圣经吼，问题就是台语汉语的圣经吼，有真侪迄个音吼，迄咱台语的音吼，无法度拢用华语、中文甲伊写出来，所以嘛是讲读甲歪错吼，读甲拢袂好势吼。加上即本，我感觉讲我叫我叫落拢来买即本互伊即本吼，因为而且一寡迄个字句。无法度咱用中文用的，就用白话字吼，所以是咱家己表达出来。所以若是读即本应该就搁较准搁较普遍化，就是口语化，互咱专门讲听的。所以我拢无即个名称好，专门的圣经，专门的当读，专门的当听看文，当为叫上帝真理的圣经当出版，而且感谢上帝，嘛感谢。咱在国际范围做一个热烈吼，多谢。乡里司长节副理司长，搁有咱各位幕僚，各位娘子的大家平安。平安。
今仔真欢喜吼，中医大学有即个机会使来遮吼，有遮好的信息，阮会使带倒转互咱的学生吼继续来研读。中医大学有一个真主要的使命吼，就是咱伫咧校咱是用信用去公益来办学，咱嘛是台湾吼新学院第一个是教育部吼核定的即个新学院。咱即个真侪新学生吼，伫咧咱的学校继续咧读上帝即个圣经，嘛希望讲咱伫咧即个推动过程中吼，除了咱伫咧学校咧宣传国际化以外，咱还佫有足重的使命，就是本土化吼爱挑战。所以伫咧中大学即几工吼，虽然即个小小话大家拢看着吼，毋过咱这2天感谢上帝带领吼，咱学生组今年吼，正式吼破11000人吼，这有遮侪以往伫咱上帝即个学校内底读册吼，我嘛真正真欢喜，嘛希望可以杨志伟部长后时间吼来中大行啦，互咱愈大支持愈大的即个吼，即个互上帝恩典吼，伫咱即间校愈来愈侪，我嘛伫遮祝福大家，感谢大家，多谢。咱全面来去献献哈，你看几到什么所在，你我一项嘛有白话字啊。我甲讲，后尾有巴克的，后尾离开所见来已经有白话字啊。巴克的后尾开始用即个下问话的献献换做较适合台湾，已经有下问话的献献，为什么？因为 New Brunswick 新学院毕业生甲做的，有3个。160几年前哈，对 New Jersey、New York 读过 New Brunswick 新学院，嘛是我家己所毕业的新学院啊。因去到下晡开始发展迄个白话字是对因来，即3个人的名叫达马西、多提甲普门，即3个人安尼嘛。白话字的献言是因翻译的嘛，所以把迄个用即个白话字伫咱遮台湾啊，是对因个。来把迄个用迄个下晡话的献言改做为要伫台湾用的，是用因做的。我今仔代表因所毕业的学校来遮，甲咱鼓励，爱去继续发展。这个毋是停伫遮，这个是干那一个所在通看，后来更来进步，为了互较侪人会当用家己的语言读献言。感谢。咱就感谢上帝，互咱有无共款的言语，常来讲咱的心声，听用咱的心来听上帝对咱讲的话。感谢安尼对这个全面台语圣经的构想开始，就去做。侪人的努力，实在甲咱台湾的传统的历史有关系。因为头一个发动讲，咱就爱来做即落的，是一个明信张罗。你知影传道理传来到台湾的第一个传教士是一个明信，伊个毋是牧师哦，伊是医生，是一个明信徒。这个林顺用张罗安尼，还有做生意，本来生意人，因为伊是原来信主，后来信主，伫了未信主以前，听真济咱基督徒咧讲话，听拢无，因为咱讲咱的话，爱因听无，所以伊就迄个意思讲，咱来做一个即款的圣经，互逐个人拢总。听有诶，读有诶，伊个努力来开始今仔日安尼有即个一个阶段的成就，即了未完成诶，圣经上帝今仔日也不能对咱讲，所以即个讲话，咱诶时代咧改变。伊也用照咱所会当了解的时代，咱的心情来对咱讲话请咱毋通看讲即本你老师款的毋对，恁毋免了纠结，
恁会当将恁的意见伫即个咱即张的顶面迄个网站写字讲，你讲安尼毋对哦，我爱用好势。即马拢要求继续地改进。这已经有真侪人反映阮遮个恁工作的人要努力。实是真感谢大家有认真咧读。阮的字写毋对的原来有人甲阮讲，字安尼安尼写了毋对。所以，请咱大家继续咱的罗马字是世界性的一种的，世界个所在拢用罗马，咱毋敢讲迄是罗马字，干那遐捌字的啦。迄罗马字本身就是字啦。所以咱的白话字实在是原来字毋是毋捌字的，是咱捌字捌无同款的字。咱感谢咱大家今仔日来到这个所在，是表示讲咱大家有意识，欢喜参与，来继续咱安尼即种人甲详细看，咱无迄个迄个亲像迄款国际性的迄个大机构安尼的资源，是靠亲像咱今仔日来参加礼拜即款人的共同的关心甲方面所做出来的结果。这个不是敢若金钱的方面。祈祷甲你确实落去读，你提供意见，这更加要紧。咱台湾的文化会当通过这个做一个真好来，互咱结合的一个工具，毋是工具啦，正做咱的文化的实践的一部分。多谢亲像。罗马字台湾罗马字协会，即款的学术的协会，由原参与的即款阮遮无即款文学训练的人，由原会晓来做互好势，继续即本的圣经，做到今仔日来庆祝。报献到上帝，也搁继续望一直改进，大家时代、大家世代人拢会当来重视，就即款听着上帝话的机会。多谢咱大家。而且咱有遮个几方面学的学术，我来其中一份的学术做材料。祝出版感恩礼拜应邀为主，专门台语圣经出版新旧约全书，伫特别时阵宣告150周年发行，特地庆贺甲感恩，并同心协力推行甲推行，请互本土语文定期，搁有上帝语言的换名日。一定造福诚心领受每一上帝的主义，中央校友总会、北区校友分会总干事蔡三阳敬贺。请几方我只有代表台文笔会台湾语言职业中心大陆会理事长蒋维文教授，中英大学董事长杨树海，校长李英勇。高雄中会三教会牧师黄祖和凯全体会友，看西基教会牧师刘必涛凯中入会友一同，林教会廖成牧师陈淑兰牧师以上，再来就特别加回来颁发这个贡献奖是信无爱资讯文化艺术基金会网站的总监蔡德宇教授因大上会当伫咱中间，所以有特别请伊的这份奖担负
小姐加来代表吼。麦克风。咱特别爱甲伊感谢，因为真侪人伫这个叫做电脑资讯的时代，这个新闻爱的这个网站第一代先用阮安尼来参与，所以得到真会当安尼讲话，阮咧努力的代志，阮写几字感谢话啦，特别感谢新闻爱资讯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台语新闻爱甲全面台语圣经协会网站平台，并有蔡立明教授的全面台语圣经写作，作业的软体。可能完成这本圣经修订甲传写艰难的工作，就以这个做因安尼帮咱若爱学要安怎用，做电脑来写台湾话请咱来点去看台语新闻台，迄内面拢甲咱讲，咱会当用。来写台湾话，真多谢哦。每位信用的用户，尽量对大家平安。真感谢另外一个机会，要这个工作团队了好。这下老师对牧师，伊较客气的人，伊讲伊怎来看，怎讲话，其实伊的一句话。我会对咱总出来哦。2年前伫环保法规的这个世界台湾人到迄当时叫协会，怎叫做联盟？遐开会时阵，我萧天文牧师甲我有一个报煞第一个野手，我举伊接纳，就是都是贵牧师啦吼。我特别来甲感谢吼，这个鼓励，这个会是点做的吼。OK， 这个。主要讲过即个下当，伫即个时阵，伊当时讲好了，我就知影讲有2年后有即个台湾基督教会设到150年的纪念，所以我就迄段时间答应讲好，这2年来，我就认真拍，必须毋是2年做这个工，必须10几年。拄则教务处讲我是将来。做接触长老的时阵，将来教会，一直在思维就足困难的吼。伊当时我一直就感觉讲有需要有咱台湾人家己读的，我会读圣经。所以透过信奉的网站了后，10几年前，阮就开始透过网络，足侪人来参与这个事工，一直改即嘛。所以教牧师退休，2年外前退休的时候，伊讲伊做1世人的牧师，拢用迄个文化的圣经。伊讲伊退休要来做这，我已经做到这，所以一派自由。我安尼波士顿教会华英长长老来了办头，阮到第25年了，伊拢足知影我伫做啥个，所以了伊出钱出力，搁出机会，专门台语圣经这名是了话啦吼。所以安尼我感谢我上帝去带领，我的团队做愈拖愈济。我去到倒位，足侪人叫我去分享，大家感觉讲，做这是什么意义？我就来参与啦吼。在座共款，恁莫例外，你看这个网站面顶，你当做啥？所以甲我讲，在座有8个牧师来直接信了伊的指导，我足大的感觉讲有放心啦吼。过来，咱这个正经义务的时阵有出版新约故事篇今年的汉罗版甲第2版，伊将来到的古的甲问题版，所来今仔日这个是新古约专书，专书，咱一个迄一个感觉会足奇怪，是按照新约是头一个古约是后壁，大家看，所以大家要读的是规个事件开始看，规范例开始看，我讲咱有。所以你若是指导的时阵，我讲你行出咱家己的路，咱到底安怎行？几啊内底会知影。你煞来要读，则袂讲，恁长老就耶稣就耶稣，
啊，拢大概清楚哦，渐渐就会来了解。佫真正你问我讲，你出来啊？你网络版点袂出来啊？吼，讲即个阮是先网络版，再做本啊吼。了解网络版随时伫update，所以咱若利用网络的，咱用伊个正经的内底拢有即个网站的名 ，CTV 最简单哦 ，CTV 他们台湾是Bible，当 FHL 进门来就Facebook net，安尼你记就会当就足济。各种版本拢有当时常去读，咱有迄个钓鱼版、汉语版，啊个汉语语版，咱大家老板内底要送咱大家迄本诗篇，迄个经言甲雅歌甲经言，迄本就是汉语语版，就是汉语里面有加罗马字的迄个读音，哦，大家也较方便来读，尤其少年人，你读咱台语汉语到本来就。会当利用来读起来读。佫煞会当做到遮是结束啦，无计拄开始，哦，即个小务主者讲，咱是拄开始啦。佫煞会较重要，即个圣经是足规矩啊，佫毋是甲咱家己读的，咱有需要读读。真感谢上帝，如本伊无准，伊有写规66本的读册拢写出来。哦，到明年3月都完成。即个图册伊是用北港语写，阮有一个软体，新闻来个软体，试落华语就变台语啦。台语是汉罗，佫试落了汉罗会变全罗马字。今仔日咱有一个牧师，伊读圣经，就是用网络面顶的点语版来读。哦，咱的专门是包括方便面啦吼。这新闻的网站一直到做伙做伊感觉讲，掠做讲台语简单，台语做了做客语，客语做了搁要做点语啦吼。结果拢有法度做出来吼，这就是阮合作了真好势，感谢上帝安尼带领。佫有一个要做的工作就是讲新安国读经，大个人足爱，但是目前伊有华语版、有英文版、有台语版，咱电量跟丢落来伫咱中间特别关心这，讲咱常常要甲迄个用即个新安讲的读经来即个查经也是啥个，你华语，伊拢足苦心为华语，要发咱体甲转做台语啦。讲毋免啦吼，即马广播社去网站就写迄个形象出版社，咱会做一个台语版，吼，这台语版，即马之前过来先台语来吼，我建议讲，这个做这个工作，足侪人来搭把手，你若要想要学这个工作，你来参与来做，我就甲你讲怎做，做出来就是讲，大家啦，拢会当来用啦吼，咱规个跟机关的上帝，万上帝，既然每一人所做的工。会去思考，咱煞了后，有简单的地点，车来留落来，有种交易，足济嘛有位啊，迄个阿本钱转来吼，嘛有位大足所以即个大家好上加油，大家来探讨咱这方面在意见跟以后咱行的叫迄个论坛，佫拍歹势，这就是方面来比较先进入会的代志，会员。结束了后，咱地点结束了后，伫即个做平即个行政大楼内底交易厅，咱要开专门台语圣经读会大会，准备好 ，OK， 以上多谢。我的心，我的
那愿上帝话真正领做阮一个顶路上的光，来指引阮的人生道路，互阮的生命甲丰盛，互阮的所行所做做活我的见证，来荣耀上帝的圣名。那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领导，圣神会感动上方，甲你正大家三个美丽，对一时到永世大无尽。阿门。